多谢小骨来关心国防的问题。这个中共的军机军舰一直扰乱台湾，到军事迷伫15、16连续2天翕到，对中共的这个程度感觉南洋舰伫宜兰外海出现，甚至呢捌逼近到33海里。台湾派出这个巡逻艇、甲空中级的巡防舰呢密切伫跟踪监控。是讲时机点正是中国举办海峡的论坛，民进党的立委就讲，这中国根本是咧耍两面的手法。画面中，这台船敢若就是中国派出来电子侦察船，15伫宜兰外海差不多36海里的所在出现，和军事迷翕照。国军是派出巡逻舰加监视，这毋是单一个案。过段间，又搁翕到中共的驱逐舰以及飞弹护卫舰出入伫宜兰外海伫徘徊，即摆更加逼近差不多到33海里的所在，咱个出动空定级的敌化舰密切伫监控。中共的军方继续向咱个临接区域挖进，时间点又搁拄到海峡的论坛开幕，和立赢即个讲中国咧耍双面手法。这个粉红泡泡其实一戳就破，对台实际上面背后都是对台湾侵略的企图。中共军事行动步步进逼，咱个军火研发重点，进前听讲要加强对中科院的督导，若是专案的成效，也是讲进度要达到标准，将会精简人力。外界认为讲会裁员，面对这款风声，郭立雄出面说明。说我自己另外再成立一个联合督导，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，但中科院确实是要接受国防部的督导。军事安全科研的机构，它的效率提升，一直以来都是顾部长他的使命哈，也同时也是新政府的使命。备战才会当备战，为中科院到部队的制度一步一步去改革甲精进，继续壮大国军的实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